阿母，今仔日食啥货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阿母今仔日食啥货。今仔日Lisa阿母要来教大家做 cheese 鸡卵糕。阮阿母做的 cheese 鸡卵糕真正是通人学乐的，想要食的就紧来看要安怎做。咱需要的材料有 A. 消化饼 butter B. cream cheese heavy whipping cream 牛奶 butter 卵银 C. 牛奶番麦粉 D. 2000白糖番麦粉柠檬汁。以上分量会当做相片顶悬两个大的甲两个小的。第一步，咱先来做底，先把消化饼放入去一个碟仔内底，讲互脆。你要用别种方法甲用互脆，我嘛无意见。阮这包饼拢总有27块，这摆阮是做两个大的甲两个小的，所以差不多用9块饼。大家嘛会当家己择，饼想要食较厚的，就放较济；若无想要放饼的，这步会当跳过。饼讲好了后，将巴达烫好烧，量差不多100克左右。若饼放较济，巴达嘛就爱用较济。费力就是爱有够甲饼拉好淡啦。饼拉淡了后，将容器抹油过粉，安尼鸡卵糕做出来才袂黏伫容器顶悬。抹好了后，就会当甲饼铺起嚟啊！爱记得底好平哦。用好了后，会当先下入去冰箱内底先冰一下。无放伫边仔嘛会使。底做好了后，咱来开始做鸡卵糕。先将材料比的 cream cheese、butter、heavy whipping cream 下入去卡仔内底，刷落来甲因过水拉好样。扬起了后，将这杯材料 C， 就是牛奶加番麦粉拉来倒入去拉好搅混，刷落来慢慢将卵银加入去拉好搅混。拉好了后，先放边仔。咱来做材料 D， 先将2000拍的，然后加番麦粉落去继续拍，刷落来加白糖落去拍，刷落来柠檬汁嘛加入去拍，拍到伊卷起来，扭起来时阵有一个勾安尼。伫继续后一步进前，咱来先甲电烘炉转410度，加用好烧，刷落来将拍好的1/32000放入去材料比迄顶拉好搅混，然后佮甲规顶倒过来2000一顶，拉搅混了后，就会当倒入去模仔内底啊。倒好了后，要放入去烘盘进前，爱先伫桌仔顶削的，甲内底的空气削出来。若无烘出来，内底是会有一个空一个空的哦。用好了后，烘盘倒差不多盖过模仔1/3的烧水，然后下入去电烘炉内底烘差不多50分钟。若大家烘到一半，看到鸡卵糕就熟啊！就会当甲盖一个纸布，安尼较袂臭火打去。50分钟烘好了后，大家会当摕一个签仔甲吐一下，看内底敢过淡淡，敢过是高的。若也是高的，就表示也袂烘好，爱加烘一下。烘好了后，莫随刻出来，先放伫电烘炉内底5至10分钟，安尼鸡卵糕较袂冒落去。时间到了后，摕出来放好凉，就会当冰起来啊。过几点钟了后，就会当摕出来食。好，以上就是好食的 cheese 鸡卵糕的做法，大家会当做来食看卖啊的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，我请赞加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关注朋友，我一起订阅了，顺动按看到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当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